用保濕去控油係非常錯誤嘅做法，乾到出油根本唔存在。油分係由真皮層嘅皮脂腺生產製造，皮膚出油嘅多與少只受以下幾個因素對皮脂腺嘅影響。第一個因素係基因，一切都是命。油肌嘅皮脂腺呢係比乾肌大好多嘅，生產出嚟嘅油分自然多。第二呢，就係荷爾蒙啦，最明顯嘅時期就係青春期同埋女性經期前後，油分會因為雄性荷爾蒙嘅增加而變多，而生活中嘅各種壓力呢，都會導致荷爾蒙波動，從而增加油脂分泌嘅。第三個因素呢，就係飲食啦，多糖多鹽嘅食物以及奶類製品都會導致皮膚出油。第四個因素係溫度，天氣越熱皮膚越油。保濕係冇辦法控制以上任何一個因素，而各種嘅護膚產品呢，其實都唔會真正作用到喺皮脂腺上。想真正減油，我哋有兩部 Capri， 佢哋係專門為控制油脂而誕生嘅。FDA 認證做3次呢就可以減油50%，原理係1450波長直搗皮脂腺，加熱令到佢哋收縮變細，咁你就可以擁有同乾肌同款嘅微細皮脂腺，皮膚自然變得乾淨清爽，暗瘡都會生少好多嘅。